各位朋友，你有冇諗過中文字都可以好似排排坐咁趣怪？今日我哋用一個小故事嚟睇下樹字點樣寫啦。話說有日，木伯伯、豆妹妹同埋串弟弟三個人想一齊坐一張小長椅，但係呢張長椅實在太窄啦，三個人點樣先可以舒舒服服咁坐埋一齊啊？穩重嘅木伯伯話唔緊要，我靠最左邊坐，將右腳縮起佢，咁就騰出咗空間啦。乖巧嘅豆妹妹就話：我坐中間，將雙手夾緊，成個人變得瘦瘦長長咁。最後，活潑嘅串弟弟開開心心咁坐喺最右邊，仲可以將對腳伸得長一長添。就係咁，三個人緊緊靠埋一齊，互相遷就，終於成功坐晒喺張長椅上面。呢個畫面就變咗一棵大大嘅樹字啦。呢個就係中文字嘅左中右結構，大家記住。左中右結構嘅字，中間部分通常最委屈，要寫得最瘦長，兩邊先放得落。